现在几张专辑被出来哈，实在是不简单，讲真的哈。然后陈秀玲在这个百忙当中哈，因为恁知影讲做这个卫星电视台啊，大家来主持现场是就不用哎，所以呢，在抽空出来做宣传哈，他就是为了要大家知道说，我陈秀玲最近嘛有推出最新的专辑哈。是的，为古尼开西安一起筹备，一起录音啦，一起做下来代志，到今年才出哈。是，我发现陈秀玲跟一般的歌手不一样，有的人记到要嗨去，讲哦，头家今年我什么，你都没得记。我有啦，我是偶尔嘛是个头家吹者安尼啦，啊，当然头家嘛头家一寡想法跟因的考量，是啊，但是你讲我做无用的吼，也还好啦，只是说阮逐工拢爱上班，我上班的时间不是真长，可是因为卡在每天都要。啊，个声大工拢爱用吼，对，大工拢爱用，所以讲吼，其实我是最想要上彬哥的节目，是吼，彬哥节目我一定会上的呀，报大人报人咧，对不对？这样全国这样子好朋友咧，甲咱收听的一个节目，我哪会当无来上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好好把这张专辑啦，好好的一次每一首歌都好好的推出哈。这个专辑来这当中有来首歌嘛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慢慢的让大家酝酿，每一首歌都可以听到零哈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哈？有没有什么样心理的话想要跟咱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讲？就是说，因为我已经差不多离我进前出唱片的时间差不多有13年啊。哎呀，13年哦，13年，我们那个出唱片啊，然后当然嘛，就谢谢阮李董，他识货，有干哥，无啦，就是讲阮两个，就是也是谢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啦，啊，有这样的缘分，让我在13年后可以当出这张专辑，安尼啦，好，啊，希望咱的好朋友如果没有忘记我的话，还想到我的话，啊无。再给我听看卖啊，外观阮头家讲的啊，对，这个陶哥的心血我们都看到了哈，真的是不容易了哈。产出一张专辑要收到这么多的好歌，最后要完整的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秀玲的最新专辑哈。是的，数量美丽哈。但是呢，我们最后要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做结尾哈。好，想要介绍这首歌是这首嘛是。轻松的歌，或者什么？叫你素培。哎呀，叫你素培哦，这首轻松的歌也是我的好朋友蔡宜如。蔡宜如老师写的哈，在这个最近写歌当中哈，有一些女生的创作者也写得非常的棒哦。蔡宜如就是我很佩服的其中一位了哈。啊，蔡宜如老师就是他也有写那个秀兰玛雅。对，他那首歌本来我们老板要跟一首好我取这个一首歌，秀兰玛雅跟起。不会啊，叫你素培也很好听啊。今天哈，那来听这首歌，也谢谢陈秀玲，谢谢彬哥，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。讲阮是你一生最爱的宝贝，伊活踮你的身边，温暖在心底。甜甜的绵绵情话，破山明海誓，看着像幸福前路有你陪。春风啊，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有情少年家，亲像美丽蝴蝶双双飞，西啊西，有这这呢舒配。春风啊，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无你阮不嫁，亲像闪烁天星伴着月。一世人永远甲你作伙，伊讲阮是你一生最爱的宝贝。我踮你的身边，温暖在心底。甜甜的绵绵情话，破山明海誓。看着像幸福前路有你陪，春
找，爱你有情少年家，亲像美丽蝴蝶双双飞，细啊细，有这这呢思陪，春风啊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无你阮不嫁，亲像闪烁天星伴着月，一世人永远甲你作伙。情少年家，亲像美丽蝴蝶双双飞，细啊细，伊这这呢思陪，春风啊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无你阮不嫁，亲像闪烁天星伴着月，一世人永远甲你作伙，春风啊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有情少年家，亲像美丽蝴蝶双双飞，细啊细，有这这呢思陪，春风啊吹着花香轻轻吹，爱你无你阮不嫁，亲像闪烁天星伴着月，一世人永远甲你作伙。